是现场直播，对而且呢，这个有很多有趣的状况是别的典礼看不到的，真的看不到，因为呢，到底谁得奖？那得奖是哪一团？那怎么上台表演？对，后台忙成一团。因为呢，我们所有的这个入围者呢，都必须要提早来彩排，因为不知道谁会得奖，也不能泄露，所以每一组都要彩排，但是能上台的只有一组。真的，我刚才在后台看到一个现象，因为呢，所有的 crew 啊，他都在那边等。好，只要说到得奖者是谁谁谁，所有的人啪。对，去拿他们的乐器。所以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，请给我们后台哇，大家七手八脚的工作人员掌声鼓励一下，大家辛苦了，辛苦，彩排的时间是 double 啊！真的，接下来那个表演的对象就是苏比恩，欢迎。这只手，阿力。左手杨幂。我是苏明恩。今天有很多粉丝呢，从这个一开始就等到现在，值得了。哎呦，白来一收起啊，不输刚刚有，只剩一个输哦。是卖卫生纸吗？你来了，你来了。